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。今日係由公民教育組、國學會、公經社科聯合舉辦嘅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嘅特別組會轉播。而家會先進行升國旗、奏唱國歌嘅儀式，而國旗下嘅講話係會由校長進行對國家安全嘅分享，而另外會播放一條關於國家安全教育嘅影片俾同學欣賞，而最後學生代表會對國家安全呢嗰個睇法會進行分享。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現在我哋會舉行升國旗、奏唱國歌儀式。請全體肅立，有請我哋鳳鈴升旗隊。升國旗，奏唱國歌。起來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，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獻祭長城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，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。起來，起來，起來，我們萬眾一心朝着敵人的頭破前進，朝着敵人的頭破前進，前進，前進。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今日呢係一年一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，我希望呢藉住今日嘅組會同大家分享呢個重要嘅課題。其實國家安全人人有責，人人可為。我哋唔包括你同我，都可以呢為國家安全呢出一分力。現在咧科技咧發展非常之快，例如咧人工智能嘅技術啦，喺我哋國家裏面咧一間民營公司就開發咗一個名為咧 DeepSeek 嘅 AI 技術，幫助我哋解決咧好多嘅難題。另外啦，亦都有咧機械狗嘅研發，佢可以幫助我哋咧喺災難發生嗰陣時咧進入一啲危險嘅區域救人，保障咗咧生命嗰嘅安全。香港消防處去年亦都引入咗咧消防機械狗，容易咧提升咧應急救援嘅能力。但係咧科技嘅發展咧，亦都帶嚟咗一啲安全嘅問題，例如啦就係網絡嘅攻擊同埋數據嘅泄露等等。所以咧，我希望同學們咧能夠正確應用呢個咁嘅科技，好好保護自己嘅信息安全。咁咧亦都係為咧國家安全咧出一分力㗎。最後，我想再次強調，國家安全人人有責，人人可為。無論你嘅年齡有多少，都可以從身邊嘅小事做起，例如係節約水同埋電啦，愛護我哋嘅環境，保護我哋自己嘅個人信息，
呢啲嘢雖然睇落去好似好少少嘅行動，但係其實咧都係為國家安全咧貢獻咗力量嘅。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，我係 5D 班嘅梁佩斯。今日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，我哋齊聚一堂，共同學習國家安全知識，增強國家安全嘅意識。喺2024年實施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，進一步完善咗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。香港國安法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實施，如同為香港繁榮穩定建起一條穩固嘅防火牆。呢啲法律條例同執行機構唔單止有效維護國家安全，更保障香港居民同其他在港人士嘅權利同自由，讓香港社會由治及興，煥發出新嘅活力。國家安全係安邦定國嘅基石，沒有國家安全就冇社會經濟嘅穩定發展，亦都冇人民嘅幸福安康。歷史同現實都告訴我哋，國家安全係國家發展嘅最基本保障，係人民安居樂業嘅根本前提。維護國家安全需要我哋具備前瞻性嘅思維，我哋要積極塑造有利國家安全嘅形勢同環境，把維護國家安全嘅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喺自己嘅手中。例如，大力發展可應用於糧食、社會、科技同生態安全等多個領域嘅無人機技術，為國家安全提供強而有力嘅科技支持。香港係國家嘅一部分，我哋亦要積極參與不同國家安全領域嘅事業，例如香港一間公司喺本地設廠製造商業衛星同提供對應嘅衛星服務，為防災減災、緊急安全作出貢獻。然而，我哋都要清晰認識到，當前國際形勢同埋社會環境日益複雜，國家安全面臨各種威脅。尤其係網絡安全嘅挑戰，大家可能意識到網絡上嘅威脅無處不在，從網絡造謠、電訊詐騙到網絡攻擊、數據攝取，呢啲問題唔單止影響個人，更對整個社會造成深遠嘅傷害。電訊詐騙案件層出不窮，受害者越嚟越多，不僅讓個人蒙受損失，更讓社會安全受到嚴重嘅威脅。因此，我哋必須時刻保持警覺，增強自我保護嘅意識，同時支持政府採取更有效嘅措施，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同埋社會穩定。最後，國家安全人人有責，我哋要安居思維，增強國家安全意識，從自身做起，從小事做起，自覺維護國家安全。只有人人參與，人人盡責，才能築牢國家安全嘅長城，才能共創美好嘅未來。多謝大家。多謝校長同埋同學嘅分享。冇錯啦，國家安全同我哋嘅生活呢係息息相關嘅。其實每一個人呢都可以為國家安全呢係出一分力。國家安全唔單止關乎國家，亦都係同世界各國嘅共同安全呢都係息息相關嘅。維護國家安全，人人有責。每個人都係享受國家安全帶來好處嘅同時，亦都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嘅義務。今日特別早會轉播就嚟到呢度，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再見。